有2个绿带系统，其中一个伫高乱片附近，预计明仔载正做第17号风台比塔，另外一粒也等咧发电。屏东潮州一个送驾驶的查甫人，哪食薰哪整理驾驶桶，警方表示已经通报消防单位来处理，呼吁业者要遵守安全的规范。台中市消防局网页互海客侵入讲一寡543的黄色资讯，消防局已经甲处理掉，也甲警方报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咱要做回来关心的，就是即马台湾的海面呢有2个热带的系统，拢有这个机会伫个拜四发展做风台。其中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 TD20，目前是伫个高乱片的附近，预计明仔载就会正做是今年的第17号风台米塔。另外另外一个这个关岛附近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伊是预计会变做是第18号的风台花加沙，有可能是中度的等级。日头赤炎炎，天气热热热，不过未来恐惊要变天啊！气象署指出，目前第20号热带性低气压位置伫咧高乱片东南边向西北方向行，上近拜四加做轻度风台米塔。另外伫咧关岛附近第21号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也预估伫咧拜四加做风台花加沙，而且强度真强，预估有中大的等级。TD20号这一个，大概就是它进入到巴士海峡或南海之后，就有机会可能开始会发展增强为轻度台风，所以可能时间点有比较可能是落在明天左右。那另外就是在比较远关岛附近这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其实预计也可能是偏向在明天左右。气象署提醒，第20号热带性低气压伫18、19两天上挖近台湾；第21号热带性低气压是22、23上接近台湾。到时东半部、南部地区拢会有短时间的大雨，西半部伫过昼了后也有局部的雷公雨。东南部恒春半岛可能在明后2天要留意，可能比较容易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那另外就是在下一个的一个热带系统的影响之下，目前预估可能在下周一是开始接近。其实整体上就是在迎风面东半部地区，在降雨上面会是比较明显的。气象署提醒，未来1礼拜可能会有上台报道。虽然发布路上风台警报的几率无悬，不过外围环流可能会带来大量的雨水，提醒东半部、恒春半岛的民众要特别注意防灾排水的状况。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好，这诈骗的拢着拐人去汇钱，所以即马金管会呢是来推动收款人户名检核机制。未来民众咧汇钱的时阵呢，就会看到这收钱的人到底是姓啥，互民众伫咧汇钱进前会当搁一摆来检视这笔钱的用途，也有收钱的人。在客户如果输入账号就是那一串数字以后，那系统就会显示这个户名那当然不是这个全名了譬如说王允忠就会王圈忠这样子就有遮掩的这样子的，方便汇款人他去做一个核对。金管会这项措施呢，第一波是包括着公股银行，也有中华邮政，差不多是有32间的金融机构，伫今年9月底就会开始来实施。也那这 ATM 呢，是因为软硬体也需要更新的，所以预计呢上紧伫今年底进前会当来完成。到时阵这民众伫 ATM 咧汇钱的时阵，就会当看到。另外来关心的是，去年5月时阵呢，这新北市三重埔呢一个24岁的查甫人张宏基，伊是甲伊的丈母、牵手，也有情人囝拢太死了后，互人家移送法办。即马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开庭审理，是甲伊判死刑，而且体夺公权将死人。即马专案要堂上诉。嫌犯的家人真的只爱狗吗？我们家的3条人命呢？就这样没了。加上哪哭哪讲，心内正受气。代志发生在去年5月，新北市三重埔24岁查甫人张宏毅，杀死伊的丈母、牵手加3岁情人囝，还佫偷摕丈母的存款簿啊、信用卡加财物，升级伊的交友网站会员，为跋筊网站的独特金，走去台中美。选出6名国民法官，4名备位国民法官，与本院合议庭3名法官共同审理，宣判结论如下：应执行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是死者的家属几落天拢找无人，报警入去厝内看，才发现3个家人死伫咧眠床顶。新北地区国民法官庭一个合议庭伫审理了认为，现场的查甫人杀人了后走路，超工对儿童犯杀人罪，动机恶质，依照杀人罪，成年人超工对儿童犯杀人罪处死刑，直达公权终身，案件会当上诉。当听到的时候，我很感动啊，我也哭了。可是，毕竟我觉得还没有定验，万一对方或是现在还有所谓的黑死联盟，他们如果真的出来，那又是一场仗。法官讲，现场的查甫人伫精神鉴定的时阵，讲伊也是太丈夫，表示伊完全无后悔的意思，将有可能搁犯暴力罪行。因为案件一个会当上诉，所以接落来一关照司法庭司继续行。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台南的是一个58岁查甫人，那就是不满区公所，毋但伫现场呢，甲人瞪倒啊，甚至搁去公所外口敲公共电话报案，讲要伫遐来放火。落尾这警消是全部出动，甲这个查甫人带转去派出所，专案依法来办理。昨日下晡，一个58岁姓区的查甫人，今日去台南市南区区公所，哪像是不满申请补助，互人要求爱报警，落尾行出去，用公所外口的公用电话，敲互消防局，话声讲对公所不满，恐吓要伫公所放火。消防紧急到场，煞无看到人影，已经手机敲互消防局，讲动作上班。伊讲已经转去啊，无偌久，消防局佮接到民众报案，有人要伫南区大东路二段嘛要放火，消防局出动11车21个人。到场。经查系一名5旬邱姓男子向区公所申请急难救助金，尚未获得核准，心生不满，在区公所门口以公共电话拨打119，表示要纵火。见到消防车抵达后，就逃离现场。警方随即于下午3时许在住处查获邱兰，全案依刑法恐吓公众罪，已请台南地检署侦办。消防队到场确认，坐伫机车边话声要放火，就是共一个姓区的男子。管区第6分局大拿派出所警察赶到场，甲姓区的查甫人带转去派出所。警方会依照刑法恐吓公共罪方向来调查。比较弱势的民众来申请社会福利案件。那因为有些证件不符合规定，那有请他回去补件。过程当中，因为申请人心生不满，所以在经过的过程当中有口出恐吓的一个语言。其实民众拄到公所提出爱补相关的证明，也是保本行时，强在因为误会不满，会讲出一寡有情绪性的话，这嘛不是头一届。公所呼吁乡亲来体谅基层公务人员，公部门是依法行政，莫甲政府呛声。另外，若无缘无故敲119报案，会照规定罚1万至5万块。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高雄轻铁昨暗又搁出车祸啊！这地点呢是伫高雄莲雅区的河北路，也搁有中正路口。这是一个少年人，伊骑乌多摆来到这的时阵呢，哪像是违规倒弯，结果去弄到轻铁。这个车头钣金落落来，加载呢，伊人是敢若轻伤尔尔，也毋过除了吃罚单以外，也着照刑法移送侦办。16暗时8点多，莲雅区的河北路甲中正路口，一旁乌多摆青灯起行，其中有一台乌多摆直接倒弯，就安尼弄到轻铁的车头，后壁一台差一点就对咧驶过。警方表示，骑乌多摆22岁姓郭查甫人技术违规，直接倒弯才会去弄到轻铁，加在人敢若轻伤。不过这场意外也造成轻铁车头受损，停驶20分钟，大约有20位乘客受到影响。咱实际来到这个路口看，四界拢有彩牌啊，讲汽车被当倒弯，乌多摆2段式倒弯。轻轨车头钣金有受损掉落，本案无人酒驾。轻轨于20点28分恢复通行，警方到场周遭查访，初步分析事故原因为郭男故意标志标线号志之行驶。高捷公司表示，去年轻铁因为汽机车违规造成的事故拢总24件，今年甲当有14件。这2年除了加强相关科技的警示，设立科技执法了违规以外，也有提升轻铁司机的防御驾驶观念。针对16暗时的意外，高捷初步了解，轻铁是青灯通行的状况，因为车头钣金有落落来，已经拖登去详细检查，确认内底零件是毋是有受损。初步判断，轻轨列车为绿灯通行状态。机车疑似交通违规，与列车发生轻微擦撞。本案如今警方确认为机车违规，高捷公司将针对列车毁损状况以及人力动员进行求偿。
细过奥多拜驾驶因为无遵守号志，骑车去弄到轻体，除了要赔偿高值的损失以外，警方表示，交通违规的部分加起来上悬会罚3600块，也照刑法的过失妨害公众运输刑事安全罪，以上地检署侦办。记者看下朱库朝阳、郭永昌报道。这落水溪西的大桥卡呢，边啊秋天的时阵，都有几片的高架通好欣赏。也毋过民众呢，为着翕相是直接驶入去施工的便道，毋但是带歹这防止营业的设备，也有安全的记录。所以即马施工单位呢是规起来挖一条12公尺长、2公尺宽的沟仔，甲人架开。每年9月，规片官网开花，后壁是西里大桥，配起来风景真水，今真侪游客来遮翕相。不过，这个民众直接把车驶入去施工便道，甲边仔伫咧挡土甩中草树仔底歹去。施工单位为着摆好车轨，伫咧便道挖12公尺长、2公尺宽的土沟。其实拍照就是要自己找景了，他没有限定的一个那个位置啊。就是它有些地方是空的啊，它会踩空。我年龄比较大，我不稳啊，会担心跌倒，我就怕跌下去。第4号传分署讲，这片美丽风景是2019年4号分署伫落水溪溪床无水时阵插起种的，主要是要控制风飞沙。只要天气适合，水分有够就会开花。不过最近真侪车驶入去河床底，所以才会挖土高洞。我之前有挖的。那个有些土沟的部分哈，我们会再做适当的整理。毕竟最近民众如果台风哈，就是刚好在周末的时候，台风如果又进来，那民众如果到河床里面也是有危险问题。所以外面要放那个标志。西螺其实没有公布这个。4号分署讲，即卖请施工单位伫咧便道入口的所在加强采经过牌啊，一个相关措施，除了莫互一般的车撞入来，影响工程的进度甲人员的安全，也希望民众经较适合的所在翕相，才袂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韩国的这个台湾 YouTuber 刘丽颖呢，伊讲进前伫咧首年呢，是因为无要坐这无熟悉人的车，结果就和对方来起冲突，叫规身躯拢乌青。咱的外交部是表示讲，即马驻韩代表处已经甲当地警方来指接，会找承办的警员来了解案情。我这边呢，全部都是乌青，脚的部分就是这里。等出身躯顶一堆乌青，相信身体上的疼和精神的冲击甲打压未平复。住伫韩国的台湾 YouTuber 刘丽颖讲，前几天和两个朋友伫韩国首尔的丰台区，两个青婚的查甫人过来和面讲话，甚至是脚来手来，就算已经明确叫伊莫安尼，对方唔那无插，佮演变做肢体冲突。他的表情就是告诉我说：“你不要管，你走开。”然后他就这样逼我，后来我就骂了他说：“西北，你害水是没有，他们都黑吧？”他有推我，我也有推他，然后我也有抓住他的衣领。迄当阵虽然虽报警察，但是刘丽颖讲，韩国的警察敢若登记伊护照的号码，和对方身份的资讯，无调监视器的画面，就互对方离开，互伊感觉真无望。咱的外交部表示已经介入，目前准备和承办警察当面来了解案情，要求依法处理。聘请律师或者翻译这些协助，我们会提供。我们也责成驻韩国代表处呢，马上洽请韩国公安公社及首尔市政府，请该等机构呢就保障我国人旅游安全呢做有积极的作为。其实，伫今年的6月，有台湾的网青康控诉讲，伊伫丰台宏以免钱参观的艺术诱入去夜店内面，落尾煞无法度离开，甚至互对方 QQ 立立。有经验的韩国导游就提醒讲，若想要体验当地夜生活，想法做查甫的朋友做伴，佮随时录影。韩国公安公社有一个紧急可以寻求协助的一个专线，叫1330，而且它是24小时，各种语言都可以通。最常发生的状况的话是诈骗比较多，我通常是会建议说，尽量就是远离陌生人。尤其是他会跟你讲到钱的这件事情上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为了让国人注意里外安全事项，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是制作宣导底片，除了轰炸嘛，强调登录服务和投保里外保险的重要。今麦当拄到韩国全国机场劳工联合工会宣布讲，要对19开始做第一轮的罢工，就行延长到中秋的连假。外交部提醒要去韩国旅游的国人注意航班的资讯，才袂造成无方便。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统计，去年呢查到伫台湾的外籍嫌犯上无是有3600多人，这当中呢超过1/3拢有牵涉到诈骗甲毒品的案件。或者是认为讲，因为欠钱，而且外籍的身份是歹查等等的因素，所以互一寡犯罪集团呢吸收这的外籍人士来犯案。进前这刑事局呢嘛掠到这个毒品走私的案件，这当中拢有越南的人牵涉在内。他又往前走了。 四边暗暝蒙伫山区工厂的宿舍掠到烫8岁男性牵涉毒品的交易，按照线索，佮掠到伊的同伴。掠到这2个嫌犯，因拢是越南的移工，煞干那一个人有居留的许可，另外一个人失联真久。不过，因2个即届拢变作是跨境运毒品的共犯。先拘提第1层收货人吴姓移工，并向上溯源第2层收货人吴姓失联移工并背负3条通缉这装变的 TK 摕来藏毒品，经过警方调查，伫台湾的越南港乡组成运毒集团，甲2公斤外的大麻打碎花，用国际快捷包裹对泰国走私来台湾。不过对源头了后，发现顶游的嫌犯已经无伫台湾。他就伪装成那个榴莲饼来藏。 除了有外籍人士安尼合作犯案，刑事局进前掠到的运毒案件，也是甲变的案换做毒品，想要过关。这也共款是越南人伫台湾承受贿，不过警方无排除有国内的中介人指示犯案。对这些移工来讲，我要做了老半天，我的薪水可能才2万4，所以这些金钱对他们的诱惑，当然是比一般的台湾人更大。 外籍人士伫台湾犯案，早起甲毒品相关，是列伫第2届、第3届。去年累计至少有1300件，占超过1/3。不少人是做车手甲收回角色，或者分析国内犯罪集团也欠工，尤其是失联的移工，搞互因拐去做伙犯罪。 过去，因为我们对车手的一个查缉其实非常的这个严格，那这些的车手可能还是需要一些人力来辅助，也许可能会是诈骗集团的话术，但是他们可能自己会觉得说，反正我是失联移工，了不起，我就是回到我的原来的母国去。这外籍人士可能互人用钱甲好听话诱拐，因为法治观念无够，身份又搁歹查，互警方真歹掠到。 因为有这种的因素，外籍人士和犯罪集团利用伫台湾犯罪，也拖出治安的问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美国总统 Trump 访问英国，也毋过煞受到抗议。有民众呢是不满伊甲性犯罪的人有关联，而且嘛受起伊的关税政策，甚至也有对英国的态度等等。有人呢，搁伫这温莎堡的壁面来投影抗议 Trump 的行为。 这是海外共和党人组织宴会时，向有示威者总入来抗议美国总统川普的温莎堡国事访问。示威者真紧就互拖走，因为外口的街头有真侪群体针对川普的刑事作风抗议。有人下巴勒斯坦的旗仔，表达对伊中东政策的不满。有的标语写讲：川普紧回去，才无欢迎你。川普你的政治真臭，无爱独裁者。一旦看到标语，阁有讲到安德鲁王子。 that the royal family are welcoming Trump when they've ostracised Andrew rightly for consorting with Epstein. We know that Trump has done exactly the same thing, and he should not be welcomed here. 迄暗的温莎堡壁面，就川普、安德鲁王子，也有爱普斯坦徛斗阵的相关报道标题的投影，这是一个政治行动团体发起的，挑讲强调川普甲爱普斯坦过去伫上流社会的社交圈有真侪精彩的代志。 泰国属河谷的警方当暗以无经过授权的公共行为掠真侪人。伫示威者眼中，因不满的是英国政府为着破川普，用真悬的规格来接待。不过川普的道德、政策甲英国的政绩，也无应该当作无看到。川普行程以温莎堡做核心，英国政府爱确保川普伫短短48点钟内感受到完整而且无底线的行程。英国王室这时阵等下软实力，以真少有人做会到的方式安打川普。 Is there any leader anywhere in the world who has quite that same attraction to Donald Trump than the British monarch? 另外，互人烦恼的，阁有前驻美的大使曼德森勋爵，因为甲爱普斯坦有真亲的关系，10月互英国首相史凯尼解除驻美大使的职位。一寡外交官烦恼讲，若阵川普伫记者会顶面互牵连入去，感觉无欢喜，恐惊影响到访问的气氛。国际新闻黄文玲编译。
俄乌战争即马开始用无人机咧攻击这互东欧的国家呢，已经开始来紧张啊。所以立陶宛呢，今年7月底呢，是因为互2台罗西亚无人机撞入去，即马开始咧教因的学生囡仔来操作无人机。另外，拉脱维亚的总统呢，嘛来呼吁北约，就要赶紧来发展反无人机的防御系统，来保障空中的安全。学生专心咧看电脑荧幕，学操作无人机。除了无机飞行，学生也伫室内定地实际操作无人机。即间伫立陶宛西部都市陶拉格的学校，离罗西亚加里宁格勒飞地仅20公里，是立陶宛国防部无人机课程计划高级学校内底第一间开课的学校。报名参加学生上细汉仅10岁。主办单位表示，这项计划毋是要互囡仔去战场，是为国家未来培训优良的军事人才，来欣赏无人机的新战术。Lithuania is actually taking very seriously, living in the in a neighborhood with Russia and Belarus. So there is a huge attention right now politically into the defense investments. 7月底，2架为被罗西亚飞入去的罗西亚无人机，当地立陶宛境内成为北约成员国立陶宛马上向美国要求加强防空能力。罗西亚伫这个月7日空袭乌克兰，真这架攻击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和波兰甲北约防空部队拍落。这是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以来北约成员国第一摆开火，所以3日了后，一架罗西亚无人机侵入罗马尼亚领空。虽然北约已经启动东风小兵行动来强化欧洲东翼的防御，不过成员国连续遭受无人机的攻击，显示发展无人机攻势新兴战术已经加速目前欧洲爱解决的问题。Anti-drone defense systems in NATO countries still need to be developed. Normally, you don't use very expensive air defense missiles to shoot down rather cheap drones. 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甲来访问的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参详波兰面临无人机冲击边框的攻势，甲乌克兰战争等问题。拄好是波兰国安部门前一日伫华沙总统官舍建筑物顶悬发现有无人机飞过，逮捕2名被罗西亚籍的嫌犯。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来看影视界的大消息，这是美国好莱坞的名车劳勃瑞福呢，昨过身去，食到89岁。对演员奥斯卡最佳导演一直到摕到终身成就奖，伊是专心来支持少年导演，也来支持独立电影。伫电影的产业当中是有真大的贡献。好莱坞传奇明星劳勃瑞福昨日伫美国犹他州的厝内过身，享受89岁。伊公关博格发声明讲，劳勃瑞福是伫困梦中过身，伊家人拢陪伫边啊。Oh, that's a good way to go, I guess. But I'll say Robert Redford was great. We lost a legend today. 甲伊共体女明星甄芳达也表示哀悼。伊讲劳勃瑞福是一位无论内心或者是外在拢正美好的人，也有真侪影星哀悼。甲伊伫管理非洲合作的美丽史翠普讲，真正现世过身。犹他州伯克市的民众也有游客听到消息，拢来日本影店主要场地之一的埃及玉园翕相纪念。劳勃瑞福少年时阵正缘投，1969年演的福宝小霸王，外形变做飘飘王子。1973年的电影《刺激》展现伊的缘投开，伫外形以外，伊尾下伫咧演技甲价值的选择，演过理想主义的政客，做过记者，尾下阁做导演。1980年，以《凡夫俗子》摕到最佳导演，也办日本影展培养少年导演甲独立电影。Contribution we've made has increased the legitimacy for independent film and has pushed the envelope and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to the filmmakers. 微博讲，虽然日本影展不互人批评有商业考虑，互大制片公司或者是明星影响。不过，劳勃瑞福的野心加想象力，依然互大家认为超越伊家己的演艺事业。因为伊对电影界长久以来贡献所得到的历史地位，毋但是伫荧幕内面，荧幕以外也有正深远的影响。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辑。历代交流协会的新会长吴秀三是来到台湾访问，伊昨甲咱总统赖清德见面。咱的赖总统是表示讲，望这台日之间的关系呢，会当有愈好的发展，为印太地区的和平甲繁荣来做出愈侪贡献。那吴秀三伊也承诺会全力来推动台日的关系。
参加台湾代表性水果往来莱雅文旦会龙果行政院长杜荣泰接待上清岛第一摆来的接待交流协会新任会长吴秀山，要互对方感觉温暖，也希望继续强化各方面的代际关系。加速的促进台日经贸的合作，是否努力我们来签订台日自由贸易协定 FTA 或是经济伙伴协定。希望代志经贸交流更进一步，因为吴秀山是企业家出身，过去当年伫工商领域甲台湾真侪互动。前几日总统赖清德也甲伊见面，特别讲到伊用脑子道德经内底上善若水，做回座右铭。如果世界各国领导人都能够和与会长一样，秉持上善若水的精神，来处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相信世界和平自然水到渠成。その根底にありますのは、調和を求める、いわば和の精神が流れている。このような日本と台湾の信頼関係は、基本的価値観が揺らぐ世界に向けた一つの貴重なメッセージとなっていると私は思っております。吴秀山讲，即马国际环境真无稳定，有部分国家是要用武力改变现状，强调代志必然应就各项条件加强合作，互相接触贡献，同时华府对口座谈，用中共对待威胁为题。有学者认为，各国应该重视咱的主权独立的现实。The United States' ultimate bottom line in the China-Taiwan situation is that we resolutely oppose to any side to use force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Status quo is independent, sovereign Taiwan. 伊无准被看作是川普1.0时期的中国政策重要地龙。对最近美国国务院表示，日前历史文件无决定台湾最后的政治地位。美国毋捌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毋过以前无明讲，即嘛是中央逼美国表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总统赖清德呢，伫咧大选的得票率是40%，迄当阵这国会也无过半，所以会当讲这挑战是真大。即马国民党立委呢是来提出总统选举2轮的决选制，认为讲安尼做就会当来解决少数执政的问题。也那罗志强是表示讲会伫咧新的会期来提出修宪案。2024年总统大选，拿683卡都，最后由民进党赖清德摕到40%的得票率当选总统。不过，这1年多以来，赖总统面对少数执政的挑战，伫真侪项立法事情，赖政府真侪届甲在野爆发冲突。不要少数总统，总统绝对多数。对此，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带头，含立委吴宗宪、洪晓玲提出总统2轮决选制，讲要伫新会期推动修宪，也有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只要在一党分化出现2个候选人，按照数学来算，他就会赢。可是，一旦采取绝对多数决，选民的这种矛盾就不存在了。因为在第1轮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选我们自己觉得最棒的人。因为你不用担心你最讨厌的人会当选，因为你最讨厌的人，他在第2轮你还有机会把他淘汰掉，所以整个选风会往正向的方向走。罗志强表示，目前总统是采取相对多数当选，敢若相对的民意支持，所以必须要强化总统的正当性。吴宗宪指出，全球40个民主国家总统直选有7成是采取绝对多数，台湾选举制度应该改变，加强绝对多数，符合世界的潮流。修宪必须要29位立委提案，85位出席院会，64位决议才能通过。我建议罗志强委员先好好选他的党主席。面对南委发出修宪修法做回进行，会当解决少数执政，也是高步自终爱弃保情形。刘言立委是无被补指出，强调爱上沟通甲对话。公司新闻参报道。咱看今年双十这宴会呢，是伫咧南投要来放昨暗呢，已经先伫咧南投县会展中心的边仔来试放3分钟，有千外拍的宴会呢，安尼蹦蹦起来，声袂少民众来观赏。也那县长柯淑华是指出讲，在现场呢会来加强地面的照明设备，避免民众滑倒。也那交通的部分也会加强管制甲宣导。壮观的烟火和现场是欢呼声不断。今年国庆烟火伫南投，10月暗时8点，先伫南投县会展中心边试放，吸引未少乡亲来到南投市观赏。大家拢讲烟火真水，不过嘛建议县府要做好交通的配套措施。我感觉烟火真水啊！嘿，我会足期待迄10月10号的时阵，交通管制我感觉桥都摆较方便。你若是讲开车，你个爱驶足大连的。有小可较趁吼，啊嘛期待咱县政府伫咱警察局遮吼，有经过今日试办，会当再进一步的调整甲改善。
伫宴会试办刷县政府甲相关单位随开会检讨。官府表示，针对有民众伫马路口报花看宴会跋倒，官府打算要增加地面的照明，甲加设医疗站。另外，咧往来园区甲一间大学这2个山顶的观赏点，看宴会效果袂歹，嘛鼓励在地人去山顶欣赏。甲市区的观赏点留予外来游客，也会请南投市公所协调甲宣导管制交通路线。有很多的安全的问题，同时呢，也希望让南投的乡亲呢习惯我们的动线应该怎么样来做管制。那另外，以前我们县政府的把我们疏散，还有包括接驳的地点这些细节，会把它做成懒人包，让我们各局处的平台网站上面都可以大量的使用。10月70国庆宴会拍算伫暗时8点放40分钟，放超过3万粒。南投县府也规划伫南投草屯和民间设接送站。国道3号南投交流道嘛会封闭。县府表示，对东港中昼12点开始，就会伫附近实施管制。下晡开始，会场上边就会有市集、游乐设施甲表演，欢迎民众提早来佚佗。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关心安全的议题，这是屏东潮州内昨下晡有一个送驾驶的查甫人，伊是哪食薰哪整理驾驶桶，互民众是看到心惊惊。那警方是表示讲，因已经通报消防单位来处理，也呼吁业者爱遵守安全的规范。送驾驶的查甫人哪食薰哪整理驾驶桶，薰食了直接等涂骹，规个过程互民众翕起来。16下晡放伫社群顶悬，表示讲伤恐怖。薰的烟火若无设计吸到驾驶，惊后果会真严重。这款的危险物品拢有经过迄个勤权教育嘛，应该拢知影这是袂当食薰的物件。所以家己个人的行为。对啊，还是个人。我问一下，不太了解这个情形。没关系，我先处理一下，之后再说，好不好？卡驾驶桶面顶的电话接电话，小姐表示了解状况的搁通知，随后就完全无接电话。潮州当地其他驾驶业者表示，这间送驾驶的并无固定的店面，拢是直接去换气行灌驾驶了后接电话送安尼。嘛，讲员工送驾驶搁食薰的行为，真正足危险。2个单位在管啊，一个是劳检所啊，一个是消防局啊。这你要快到就一定要开关呀！那你去洗澡啊，洗个。伊无办公室安尼就对啊。伊无点的，伊无点啊，还得设伫遐伊的厝。边抽烟边驾驶，该行为恐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另设乱丢烟蒂或消防安全部分，本分局将通报相关单位依法查处。一般的驾驶桶顶悬拢有写严禁烟火，结果这名送驾驶的查甫人煞当作无看咧。警方表示，针对送驾驶的业者，会通报消防相关的单位处理，嘛呼吁运送危险的物件一定要遵守规定。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高雄兴达电厂的小天然气的新机组进前是发生火灾，台电初步判断这事故的原因就是接管线的发电机去互冷气。有媒体是也讲，这个发电机呢，就是中国来的。也毋过台电表示讲，根据资料呢，是澳洲、韩国也有新加坡进口来的。台电高雄兴达电厂燃气新2号机顶礼拜火灾，目前台电判断原因是输送天然气管线连接的发电机拍紧歹去。毋过有媒体报道指出，有不法业者好亲像用中国真俗的发电机改票，再个当作原厂货关价卖予台电甲中油。台电讲兴达新建燃气基础的发电机主要是澳洲、韩国、新加坡来，无中国货。事故的发生就是在一个法兰的泄漏，这个法兰泄漏部分的垫片，我们会再做更深入的调查。我们手上现在看到的资料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关键零件的发电机主要是连接2段管线，也是零件的金属制品，再个用螺丝锁铵夹拍紧较保风的拔。这是新2号机火灾拖腿边的新1号机停机，台电原来有燃气1号机登记器运转，市长罗秀妍讲，确认安全无问题进前，要求中火暂停测试作业。中央却不断的要求他们恢复开工，因为现在缺电。如果说他要这个副车要来继续施工的话，
要向台中市政府说明。台电回应，当地进行现代电厂火灾事故的调查，研究前进改善措施，会同步改善台中新建燃气机组，配合台中市政府依法检查。高雄市长陈其迈回应，市政府会组成专案小组，等收到报告了后做实质的审查，确保安全无问题了后，再运转汽车。只是现代燃气新2号机甲1号机，目前拢停机，国家南口2号机佫故障。台电董事长詹文生坦白讲，9月底前有一定程度的供电压力。 9月底，我们现在估算出来的夜间峰备转容量率是维持在6% 以上。台电最大的机组来讲，目前在线运转的最大机组只有80万，因为130万的现在在停机，所以它大概可以因应2.5部的机组的状况，所以在供电裕度上面是稳定的。 台电表示，会自主清查所有天然气公路甲发电机安全性，确保机组运转的安全。若是供电的稳定性，经济部长景明欣表示，完全信任台电的调度。记者采访报道。另外来关心的是，台中市消防局即时灾情网页呢，互海客侵入，而且呢，佫出现这中国简体字来讲一寡543的黄色资讯。这消防局表示讲，伫发现了后1点钟已经甲处理掉啊，也甲警方来报案。 民众上网敲找台中市消防局点即时灾情网址的后壁面，出现中文简体字的色情消息，甚至有找小姐介绍电话即款关键字。民意代表认为，查询灾情的官网出现即款不实的字眼，严重损害市政的形象。发现消防局的这个网站竟然充斥着这个中国简体字所传达的一些色情的讯息，我觉得应该要赶快来检讨，不要让这些色情的讯息借由公部门的网站去四处去散布，这个对社会对市民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台中市消防局表示讲。 网址防侵略的时间点是16暗时7点外，民众讲上网入去官网的时阵，点选即时灾情快速连接了后，看到不实的字眼，初判是骇客侵入网址，毋是咧创治人，就是咧做广告。1点钟后已经甲移除，而且向网站公司反映。 让他能够在民众可能在第一时间在搜寻我们的官网的时候，在下方的一个快速索引的部分，或去点击到这个不雅文字的连结，有可能是为了要蹭流量，也有可能是说要来做恶作剧，让他这一串的这个文字能够被搜寻到或被看到。消防局讲，即时灾情网页每一天点看数有数千个到上万个，有心的人可能想要趁机会增加信息的流量。假网址最后嘛是连接到官网。 并无影响到报案的系统，目前已经向警方报案，后续会加强资讯安全防护，嘛建议民众利用官方的入口网站，才会当确保信息来源正确。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有2成的青少年呢是有中重度的情绪困扰，有的甚至佫出现这行底路的想法，所以因是来呼吁教育部应该着爱加强宣导身心调适假，这家长嘛着爱加关心囡仔的情绪。最近才拄开学无偌久，伫高雄就有发生一件13岁国中生下落楼的案件。根据儿童福利联盟调查指出，即卖的青少年有2成有中度、重度的情绪困扰，功课压力占57%，经济压力占56%，家庭压力占48%，过去有创伤的占38%。这个问题若是无解决，会影响到困眠，搁较严重会想袂开，有自杀的想法。在人际关系的议题、家庭的议题，以及在那个就是课业压力的部分，其实都是蛮让孩子可以快速的很焦虑。那其实我们就是发现，其实在辅导的这一块的话，其实学生来找我们比例的部分其实逐年增高。为了改善青少年有情绪的困扰，去年开始学生会当请身心调适假，不过实行较单，根据统计，使用的比例只有6%。这个假确实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有机会可以喘息休息的空间。那在请这个假的过程，其实另外一方面可以让老师知道说，如果我真的心情不好的话，我请了这个假，可能老师也可以更有机会可以来了解跟关心我。有将近一半有4成5的比例的孩子告诉我们说，他在请身心调适假的时候遭到阻碍或者被刁难、被关切。嘛有学生表示，若共时间要面对学校和父母的压力，就会感觉学校甲厝内拢无安全。心理师认为，家长是关键，
建议家长爱加去关心囡仔伫咧想啥。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关键啊，就是如果家长比较可以愿意站在多一点理解孩子的角度来，并且听有给出一些时间跟意愿去听听孩子怎么说，跟他遇到的困难，我觉得光这个愿意听这件事情本身，对于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儿童护理联盟嘛呼吁教育部爱加强宣导身心调试假，因嘛推出免费的赖专线，提供予有需要的学生会当上线顶讲心事。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全高中有指出讲，伫屏东县琉球国中呢，有一个代理教师，哪像就是因为替这过劳死去的同事出庭来作证，结果煞互校长甲霸凌，甚至阁以校事会议来甲打压，所以因是来呼吁县政府，就要启动无责任校长的调查程序，依法来甲伊处理。校事会议变做校长整肃无共意见的工具，全高中加屏教县开记者会，当事人琉球国中的代理教师阿邦伫影片内面讲，伊替过劳致死的同事出庭作证，煞互线所的校长霸凌。像我前几年课表都被调成顶天立地，然后教学组长跑来，就看着我说：“没有，这都是校长调的，他不送出的课表不是这样。”那你能说什么？好，这个你也抓不到证据嘛？校长下令调伊的课表，纪录片公开讲伊做伪证，而且伊的服务证明被卡掉的，影响伊偏向有留奖金甲提示。今年一边考试对包涉及到宗教迷信，造成这个信仰的学生无爽快，要家长无追究，就是讲双方已经有共识。不过校长也是要启动校事会议，全高中批评校长滥权，学校无强化吹哨者保护机制。前后任的主任都觉得不需要，校长还是执意要开，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卡住后面嘛，要整老师嘛，应该给予立即停止，然后赶快启动不适任校长的机制。记者打电话去苏校长的办公室，无人接。阿邦已经向管区提这场霸凌的申诉，教育处讲正伫咧调查。那调查结果如果属实且涉及不适任校长的情况，本府依法处理，那也确保师生的权益。那后续教育处也会入校做一个辅导，也希望学校能够在这一次的情况尽速恢复平静。全高中讲，校长应该是停止接受调查。阿邦的案件虽然是个案，也可能是通案，因为校长若真正要变老师，用校事会议的过程就法度处理，校事机制就要规个做检讨，避免再发生滥诉，或者是真济打压老师的工具。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国家风采日呢，是以地动求生、强论整备做主题来演练，就是来模拟这个地动的情景，互民众会当熟悉这正确的应变，同时嘛来加入海扫的情景，互沿海的人收到警报了后，要去到建筑物的3楼。2013年，土耳其发生规模7.8地震，台湾第一时间派搜救队协助救难。透过纪录片显示两国伫天灾互助的情谊。9月国家防灾日除了地震今年系列活动，为国际研讨会甲实际演练，搁增加海中风险的部分。整个救灾以及应变的程序，我们都已经有了很大幅的一个增长。那尤其是在我们的人员训练跟装备的部分，如果说今天发生的这样的规模超过921的规模的这个灾损是有可能的，那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跟最好的准备。今天、明天、后天，我们是选择在宜兰东北部地区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灾害状况。各国的救灾队伍，我们从机场接引以后，到事故现场来做救援。小心，小心，这边。收到警报了后，学生甲附近村民到建筑物3楼避难。17开始3天的地动甲海中无期演练，宜兰做组长，新北做副长，要互民众熟悉避难动作甲紧急应变，验证救灾效能。不过，同款伫北部7月下定进行演习了后，台湾基进清查100外个防空避难所，所发现其中敢若无够2成地点符合要求。今天如果空袭开始，警报响起，距离到飞弹掉下来，其实只有3到5分钟的时间。需要剔除的、不能使用的，有没有办法让政府有魄力去把它做一个清查？知道在哪里，然后也可以进入。进入后空间的状况如何？我们要知道在空袭的状况底下，通风乃至于在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人磕磕碰碰有受伤等等。专家质疑目前3大缺失包含地图标示不清楚、标志垃圾破损甲人口管控不好。台湾基进发声希望透过清查计划，号召民众来到3港避难所健康检查，及时更新场所现况，也应提悬防卫意识。记者综合报道。
在中华鹿港呢，较早为着要来定刷，所以伫个港口有刻一个号做阿弥陀的石碑。这民众呢，嘛会伫旧历7月25来普渡。后来这个传统呢是愈来愈稀微。这几冬受地方的人士呼吁要来恢复风俗，希望透过一冬一摆的普渡，互民众会当明白过去的历史。大家无闲准备普渡祭品，要来祭拜这块刻佛号的石碑阿弥陀。中华鹿港的大有街附近，过去是旧港口的码头区，常在发生工人甲民众跋落水的意外。人民伫岸边徛石碑顶刷，嘛会伫旧历7月25这日普渡。地方文书工作者表示，早年普渡办甲真盛大，但是因为地景甲人口结构的改变，这个传统渐渐稀微去。大约伫民国70年代的时阵吼，因为这个港口墘开始起反厝，码头区的一个全部的分裂拢无去啊，佮加上这边的一寡老文呢，伊已经800年老啊，吼，所以讲来拜就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为着卖互阿弥陀的历史消息，这几年附近的店头甲住户开始烧酒传拜拜，有三星蔬果，佮有普渡第一位硬菜汤，代表无心留好兄弟的意思。嘛有真罕的看到用零眼壳做的碗池甲米拿扁担。我家姐即马就是讲，互因做猪用啦，这来讲就是要做扁担。咱等于讲鹿港人来讲，有食过有掠。你食无了的，当搁打转去。地方的耆老就甲阮介绍讲，这个碑的由来，农历7月25拢有咧普渡，所以阮伫在地，阮的这店家就发起来遮。文书工作者指出，这块阿弥陀石碑尚无有200年的历史，是见证鹿港溪河道变化、码头牧业发展的重要史料，嘛是鹿港7月轮普信仰文化展现。希望透过一年一摆的普渡，互民众明白过去鹿港码头区的历史，嘛互地方的普渡风俗继续传落去。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今仔日透早呢，国道1号5股出口迄带呢有车是接煞弄做伙，那像就是一台货车无注意到头前灯咧塌，结果弄起哩，造成一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另外，伫花莲北滨地下道呢，嘛是同款发生这货车去弄到沙石车的事故，驾驶甲乘客落尾加在是救有出来。白色货车对后壁弄到头前的大货车，车头严重变形，驾驶掉伫车内无喘气甲心跳。救援人员甲救出来了后，关机 CPR 也送病院急救。头前轰弄的车是2个人受到轻伤。一名男子驾驶小货车行经国道1号南向五股出口路段，因前方施工车流回堵，那小货车驾驶不明原因撞击前方大货车后车尾，再往前推撞前方的2部车辆，导致总共4部车的事故。肇事的货车驾驶经过抢救，也是救无回来，敢有酒精的反应，甲会抽血检验。另外，伫花莲市北滨地下道北边的出口，昨日下晡也发生一架货车弄到头前的沙石车车尾事故，驾驶甲乘客是掉伫车内。大家慢慢在前进嘛，前进的话，后面撞上来，你根本就没办法控制了。是这一台，它没有减速撞上去。救援人员甲驾驶、乘客救出来了后，赶紧送病院。警方初步调查，货车好亲像是车动故障，才会弄到头前的车。是小货车驾驶及乘客身体多处擦挫伤，所幸均无大碍。警方调查，双方驾驶均持有合格驾照，经检测均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警方呼吁驶车进前，驾驶爱检查车的状况，而且精神爱好，唔通伤忝搁要驶车，也要随时注意头前的动态，保持安全距离，才会当有效避免事故的发生。国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有一个骑奥多摆的呢，是戴迄种一半那像是西瓜的这个安全帽啊，结果呢无想到伫咧半路转落去，互后壁的人为着什么迄顶安全帽转安尼摔倒。警方表示讲，这安全帽落去依法是会当裁罚。另外，专家是认为讲安全帽啊呢2-3档就应该爱换，嘛建议唔通戴迄种一半的，因为迄加足危险。几若只奥多摆同时阵伫桥顶，正这个时阵，雄出现一顶安全帽啊，伫机车链啊内底扩来扩去，甚至佫引起事故。意外出现安全帽啊，骑士赶紧打洞啊闪过，煞来出一倒。毋过安全帽按倒来，现场的人怀疑头前坐的人安全帽啊无戴好，再落来。为违规定而脱落，而违反《道交条例》第31条第2项规定，处新台币100元罚款。意外发生伫台北市，车辆来去的未遂一桥，警方无接到报案，搁伫调查案情。
警方提醒讲，安全帽无戴好落去，依法会处罚。若是造成别人受伤，可能告刑事责任。安全帽的部分其实就是比较有 CNS 标章的，并没有特别说一定是你戴的安全帽必须要哪一种形式。看画面，涉案的安全帽啊，哪像是一般所讲的半顶的。台北市交通局讲，无论是专砍、收音机3砍、半砍，也是半顶的，只要有得到国内 CNS 的认证，骑车拢会使戴。不过专家认为讲，半顶的保护力无够，骑车时上好卖戴。安全帽它本身它是一个消耗品，多少在这2到3年期间都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即使都不使用它，里面衬垫也会焦化。按定期换安全帽啊，经有认证标章的。甲上基本的就是戴安全帽的时阵，牵仔会牵得好。汽车安全协会表示讲，甲每一点拢做较到，骑车出门才会当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康榜来关心的是，目前全国呢，这台语人口是有80%，也毋过台语学校煞干那一间尔。台语路协会是来呼吁各县市应该就爱来设立台语学校，保障教育资源。另外，这6岁至14岁的囡仔呢，是干那7.4%会晓讲台语尔，这嘛显示设台语学校着爱赶紧。大人囡仔大声喊出要爱台语学校的心声。根据国家基建发展法，今年高雄市北岭国小正做全台湾唯一的台语学校，嘛实现侪家庭互囡仔用台语学各种学科的心愿。来自各地的台语共学团17召开记者会，因指出，根据资格总处2020年的统计，全国的台语人口有8成，台语学校无应当是少数人才有的权利。因呼吁各县市嘛，着设立台语学校。讲台语了后，朋友对你做学。有，因敢若因要自学，一个人确实较孤单。若是有搁较侪人的话，会使做伙学习。台湾台语路协会嘛指出，根据财委法来看，大都的预算，其中高雄吊车尾就有通办台语学校。因认为上北提上侪资源，应当爱尽义务。尤其根据资格总处5年前的调查，6岁至14岁囡仔敢若剩7.4%会晓讲台语，已经有传承危机。协会认为，愈需要透过台语学校来发展台语。因为毛利语因嘛伫咧1970年代，差不多对面拢无人会晓讲啊，但是因做即个语言秀语言潮，利用即个语言秀全母语的学校，成功甲因的即个语言会使搁救回来吼。所以这是咱即马是安那足需要爱有台语学校的原因吼。记者会现场嘛有来自湘北新竹和桃园的议员参与，表态愿意伫咧议会提案支持成立台语学校。台北市呢成立一个台语的普及推动小组的成立，这个会期呢，我也会呢小揪吼，阮嘛大家拢吼支持阮台语被附赠的议会同仁一起来推动我们台语实验国学校的提案。我的囡仔就出世就晓讲台语，但是伊去学校以后，马上就拄着华语上课的一个状况，所以一开始伊是听无的。咱就希望讲新北市的教育局应该要重视这个台语学校的建立。台语路嘛指出，目前像客家小学有3间，原住民小学有36间，因呼吁各县市政府成立台语学校，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实现语言平权，保障台语教育的资源。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这新竹的米粉呢是世界有名的，英国呢主要的产地是以南势为主，所以当地呢就互人号做是米粉寮。即马为着要互更较侪人来熟悉这个地方特色，所以新竹市培育台语家庭的计划是特别安排用台语导览的方式来了解制作过程。米粉做好着除草、咸淡、提起目屎流。名唔过米粉了，无死也黄生，意思就是伊过来才会足辛苦的意思啦。台语谚语讲到做米粉的辛苦，米粉是新竹的名产。新竹市培育台语家庭计划，特别来到米粉寮，用台语导览的方式，带大家认捌对假果册、甲粒木杂白，到等入去煎出一条一条幼圆的米粉，最后再放入人绳吹做米粉过程。应该感觉就趣味的啊！头一摆看到这米粉是安怎做出来，所以嘛看甲就有兴趣的。像我细汉教讲阿嬷会讲台语，但是出来以后就无啊，所以我感觉老师因这个活动安尼用台语做真好。目前伫咧新竹南势米粉寮，还阁保留几间传统米粉场。第3代头家也亲身为大家绍介。伊讲做米粉其实无啥物秘诀，上重要就是真材实料。米粉是新竹最有名的名产，所以来带大家来看米粉工厂，就是这个原因。毋过即摆会当找到传统做法的米粉工厂已经足少啊，
会当互囡仔知影讲因平常时在食的米粉是安怎做出来，然后嘛会当知影，互因知影讲原来米粉有淡的嘛有焦的这两种的差别。老师佮带大家去过去用来拍米粉的所在，也毋过即马差不多拢用机器烘好打，早着无9工方拍米粉的光景。对时代改变，大家拢讲未来若要食到手工米粉，机会恐惊是愈来愈少啊！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30度到37度，中部地区是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那外岛地区29度到3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